过来，为着要防这个非洲猪瘟，机场检疫检的工作原来是真沉重，甚至互网友甲封为护国的神检。高雄小港机场有一个移民官，当检疫检挖进咧甲骗的时阵，伊竟然是用骹甲狗仔踢走。这个移民官呛讲，伊就是无介意狗仔，结果是引起着众人的愤慨。移民官嘛不得不出面来道歉，讲伊实在是惊狗。 穿白色制服的移民官加检疫检的领检员刘元基。他们就是检疫犬，他们就是有职务在身上，跟他们一样在可以报警，而且境外面走路都不会去做这种事情。原来移民官有踢挖进伊的检疫检领检员，甲伊理论伊的态度真强硬，连行径拢看甲袂做咧。 他们都不用执勤了，你一句道歉就好了，你还跟人家讲那么久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很难看。这个代志被铺上网络，引起公愤，踢到移民官亲身出来回实哩。因为被狗咬过哈，所以对狗会害怕。要口接近我就刚拨了一下。因为真惊狗一时控制袂掉，所以讲伊即马嘛被调离机场现诊。被踢的检疫犬卷啊，当时又着惊，领检员一直伫甲安担。检疫犬为国家辛苦咧工作，或者检疫人员真唔甘，希望讲大家会使加配合防疫，唔通互狗的工作环境有安全的危险。